丰台大恐惊嘛影响鸡卵的产量，开学了后，鸡卵的需求嘛变较大。为测试开始，鸡卵产地甲大卖计数一斤要起3块。另外有议员指期讲，代理商超输进口巴西鸡卵，来美所超磅，加入可能的着眼。农业部长陈启中强调讲，有严格伫咧查验鸡卵，针对恶意造污，因会来提告。也若是有数码背回讲，不合格鸡卵一定都会销毁。 对呀、每天都要啊！你说蛋花汤什么都会需要。厝内底煮食定定拢爱用鸡卵，家庭主妇拢会买。考虑开学鸡卵的需求大为增加，加上风台来，两家委员会决议，测试开始，产地甲批发价每袋均拢起3块。就是一定会多买啊！明年要涨价的话。 进前鸡卵无够，政府专案进口鸡卵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齐卡心质疑，超市进口的巴西鸡卵绿霉素超过标准，加入恐惊的着感。对此，农业部长陈吉中讲，进口的鸡卵绝对是严格的监管，有关外界不实的指控，已经完整说明，若恶意来抹黑乱讲，会提告。陈吉仲欢迎来告，逐批查验仍然是一种抽验，它不是逐颗查验，到底流入市面的里面有没有问题？ 在海关这边的逐批检验，有问题的就退运了，这所以不会进到国内来。巴西进来已经有70几柜只有3柜验出有问题啦，3柜130多万颗事实上比例非常低的。李义谦讲，进口能被消费损失全部由贸易商来负担，农业部无补偿。对了，这绿霉素的使用，国内早就已经禁用伫鸡卵上。如果过量的利霉素的话，其实它是有骨髓毒性的。 它会增加再生性不良贫血的风险，也会增加血癌的风险。我们的氟甲黄利霉素或者利霉素都被我们的政府禁止使用在鸡蛋上。食药署初三是发新闻稿表示，输入两品是严格来监管，无合格全数退运销毁，无流入国内市场，也继续加强边境的查验，也有市场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